自2025年2月初2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春联，咱做来听读圣经民数记第6章2月29、27节。上主命令摩西，就对阿伦甲伊的囝宣布：恁着安尼甲以色列人祝福讲：愿上主祝福你，保护你。愿上主的面会光照你，施恩予你。愿上主欢喜的面看你，赏赐你平安。安尼，伊若奉我的名甲以色列人祝福，我就要祝福以色列人。春联，你敢知影春联的由来？传说上古时代有一对兄弟仔，兄哥叫做辛图，小弟叫做郁蕊，因住伫东海杜朔山顶，徛伫桃树骹检视来来去去的旅客，也拄着袂少害人的妖魔鬼怪，受人尊崇。到真旱时期，人就用2块象征驱邪的桃木踩点门边，刻辛图和郁蕊的画像来驱鬼，这就是春联的前身桃符。这个神话故事流传侪侪年了后，5代欧氏国君王明宠认为桃符伤单调，所以提笔写落新年立伊庆，佳节贺长春2句，这就是春联的由来。到明朝时期，人认为红色代表喜气，所以改用红纸代替桃木棒。明太祖朱元璋阁命令文武百官29日都要打春联。新年打春联的习俗就踮中国流传落来，对着汉人移民来到台湾，打春联的习俗也被带过来。今日的经文非常适合写踮春联顶面，搭踮厝的门口。上主透过摩西吩咐做祭司的阿伦和伊的后代，爱用话语祝福以色列人。伫这段祝福文的中间，上主这个词出现3遍，每一遍拢有2个动词。若是这6个动词，阁通分做2组。对中文话本圣经翻译来看，第一组动词祝福予面光照，仰面拢是上主对伊子民的动作。第二组的动词保护、赐恩、赐平安，是上主伫伊子民身上的作为。对这个行动的描绘，加上祭司举手为人民祝福的动作，通想象上主的子民非常恭敬领受这份神圣的礼物。相款的，今仔日的教会伫每一遍礼拜结束的时，台仔顶牧师举手的祝祷，互上帝话，毋但诚做一份感动，也诚做一份礼物，互信徒会当带着满满的祝福转去。每当新正初5，总是炮声响彻云霄，百行百业纷纷大写开工大吉春联。根据民间习俗，初5是财神爷的生日，但是财神爷是何方神圣？查找维基百科，通发现财神爷坐甲有20几种，逐种讲法也拢无共。其中上济的人信奉的五路财神，民间阁称作现单爷，也是邯郸爷。台东知名的炸邯郸，相传是邯郸爷惊寒，所以信众点炮仔甲伊驱寒，
互伊加一份温暖，伊就会当保佑人发财。甲民间信仰追求的财富相比较，上主要互人的祝福其实搁较丰盛。伊教导祭司，互人的祝福就亲像一副春联，上联是写愿上主赐福互你，保护你；下联是愿上主用慈爱款待你，施恩互你。反批是愿上主看顾你，赐平安互你。对这段话通知，福气的来源就是天父上帝。愿这份神圣的祝福，成做你我世世代代永远的礼物。默想，基督徒的蒙福对叨位来的？对我来讲，生命中上大的祝福是甚物？基督徒的蒙福对叨位来的？对我来讲，生命中上大的祝福是甚物？咱来祈祷。赐丰富百米互人的主上帝，感谢你所赐的福互人富足，并无加添忧虑。我愿意珍惜你所赐的福，也求你互我活出蒙福的性命，互人会当因为我来得福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